世界万行街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有袂记得我呢？最近出现了一种药啊，讲会当治疗失智。失智有影真晦气，出现新药是大家真欢喜，但是贵家跟一般人敢买得起。超高龄的台湾社会是要安怎健康传落去？今仔日医生、专家、事主斗阵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湾临床失智症协会的这个项目理事鲍忠玲。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点家病院神经内科医师戚文俊。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桃园市失智症关怀协会理事长黄之荣。大家好，我是黄子荣。那么第四位是联合病院尚德院区的高龄心智科的主任朱志邦。大家好，我是朱志邦医师。那么另外在线顶是咱金健康的总经理洪素卿，素卿姐。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卫福部最近核准了2款针对着早期的失智症的这个新药。顶日啦，在新北市阿东病院有头一个病人接受了治疗。这2款的药剂呢，拢会当来减少脑中的类淀粉2倍，和神经退化的速度来变慢。不过，连续治疗了18个月，要开150万。有民间团体的呼吁，健保应该要给付。白纸画大，斟酌注射，这一步有可能正做失智症疾病的一大步。卫福部最近核准2种针对早期阿兹海默症的创新药，乐益宝甲新地乐。新北市阿东纪念病院第23透早抢先注头一下。爸也是有失智的问题，那他从一个轻度的失智到一个严重的失智，这个部分我们都有看过。如果这个药可以让他可以再多个5年或10年的生活品质，是很值得的。83岁查某病人正做全国头一例，家属分享讲，因为厝内已经有失智症的个案，所以对相关的议题特别注意。1年前，经过患者家己讲记忆变歹，后续经过长暂的扫描，才确定是失智症。若初步评估，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检查满分100分有92分，建议身体量表30分有28分，是属于轻度认知的障碍。我们并不敢讲今天补上的这一个拼图，能够实质上有意义的改善大部分的患者，但它终究是一个实证医学验证过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期待，能够带出来更多的关注。过去的药物只是一个症状治疗，现在真的针对疾病的流程做治疗，很高兴。那这届核准的2种药啊，拢是透过清掉脑中致病的类淀粉2倍，延迟神经退化。那66%注新地乐的患者，大约伫1年了后，会当完全清掉类淀粉2倍。那其他是需要1.5年左右。不过这18个月疗程，都需要150万。其实像这个月有一些癌症的药物，也在类似的一些免疫疗法的药物，虽然1年200万，也是健保开始在给付了，所以希望健保能够及早的去思考这些病患的权益。统计台湾失智人口突破35万人，其中7成正做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安怎面对高龄化的疾病，也正做医疗重要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头早看到这新闻大吼，其实我小可醒悟去，因为失智症包含了真侪情形，这药啊是毋是会当治疗所有的失智症？迄无一定另外咱先来看这个失智症类型阿兹海默这阿兹海默型的，才有56%，这是咱台湾情形另外血管型的是22%。帕金森的是7.1，还有其他13.1的。我要先请鲍老师、鲍医师来咱解说一下，
这寡类型，吼，这外显的这个情形当然是敢若失智，但是这个声音是无共款，啊，治疗的方式嘛无共款，啊，即马这个新药，一个新药叫做，一个叫轻松啦，吼，这华语叫做新智乐啦，啊，他都啊，咱的饲医师讲，这叫做轻松啦，吼，啊，另外一个叫做乐益宝，吼，这药也是针对倒一种的。哦，来，咱失智症做一种的，头啊之前有讲过，啊，上济一种就是阿兹海默症，嘿，阿兹海默症伊原因就是讲有一个一开始的时阵有讲过，就是迄个类淀粉蛋白伊沉淀伫迄个脑子内底。除了这个除了迄个类淀粉蛋白了后，还有迄个套蛋白，所以唔是单一种尔。哦，两种。郭老师，咱先停在遮吼。这观众朋友有诶处理无发生这种代志，唔知。这类淀粉，就是敢若高高白白粉，伊足黏的，足黏的。嘿，高高黏黏，黏咧脑诶，就糊了。人讲你头壳敢若空骨里一样糊掉的，是这个意思吗？伊是有一个叫做类淀粉蛋白的前身，有一个蛋白质，伊会切做一段，有诶吼切了唔好的时阵哦，就有迄个毒性。有毒性。对。有毒性，伊一段有毒性的，会黏做伙，就变做类淀粉斑，嘿。变怕大伫脑内面。对，伊应该是迄个类淀粉蛋白前身，伊的分解过程出了问题，然后后壁才变安尼。目前这两种药伊伫这规个过程当中，不同的时间点，有一个是对最后迄个类淀粉斑，有的伫迄个中的所在，伊甲这给清掉。哦，但是我看新闻纸咧卖吼，咧新闻咧刊出来是讲，即有诶甲注落去了吼，嘛爱看家属感觉讲，即有进步无进步吼，即个看个人诶认定是，这是意思是讲，我一定甲你延缓啊，吼，我甲你注落去会当甲你延缓你即个病情诶发展，但是你就感觉讲，伊即马即个情形。就无进步，就感觉袂好，是这个意思吗？无，因为这一点仔复杂。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类淀粉沉淀在你的脑内底，清才有意义嘛。像咱头嘛有讲迄个阿兹海默氏症，除了迄个类淀粉蛋白了，也佫有别个问题，是讲这是上主要的问题，所以咱甲这个甲伊清除掉。有时讲这用在轻度的病人，就是讲因脑内底害气，无讲害甲足厉害。你主要甲这其中一种上重要的蛋白，有毒性的蛋白质甲伊清掉。这病人伊就迄个变歹的速度较慢。但是脑的受损是会当恢复吗？这无度吼，是讲你莫搁继续迄个搁摆落去，莫搁继续摆落去吧。所以一寡家属有种唔通伤过度期待，其实那你咧治疗这个失智症的这个病人我相信恁足侪情形的，各种的情形，即马其实拢有药咧治疗，但即摆出现这两种药甲以早这药的上大的无共款是啥物？这个那个类淀粉类淀粉是有毒性的，所以迄神经的迄细胞会叫偷死，会偷死，所以你即马甲伊移除掉了迄细胞就较健康，袂搁继续死去所以伊会停伫遐，也无个退化较慢，安尼所以袂使讲伊会变好，袂变好，变好爱用别的方法，所以。除了注射了，爱搁用一寡的办法，譬如讲，伊若有忧郁症，可能爱食药伊若有这个阿兹海默症，有迄一寡买当减伤伊、增加伊迄个认知功能的药那个可以吃另外一个是讲迄个生活的形态啦，阮叫做健康的生活形态嘛是爱做因为你爱运动爱家人有互动爱
那个爱动脑啊，功能啊，爱用脑爱用，你若无用，敢若注射，伊退化嘛，赶快退化，赶快会退化，嘿。啊，若是目前无这种药仔的情形之下，因为头拄啊袂记问一下，那这种药仔是刚才头拄布医师讲的是特定的一寡年龄才会当用，而且前提是你内面一定爱已经有这个类淀粉啊，对，才有通治。是。所以若是讲袂使讲所有的失智症福音来咯，袂使安尼讲。袂使安尼讲，譬如讲有差不多3成嘛，吼，2成3成是因为细菌的问题引起的啊，所以这款的跟中风有关系，其实你用这个药啊是无帮助，哦，所以爱有一个确定诊断啦，嘿，所以爱做一寡较特殊的检查，那知影讲有这个类淀粉的2倍。其实按照我问一个吼小白的问题啦，就是讲这个药啊出现的意义哦，小等也许布医师会当来个补充，还是讲朱医师吼，这个药啊这个发现，其实我知影4当进前就出现讲有这种，但是后来佫退市，吼，煞来佫做这，只是意思是讲，咱以后吼会当面对这超高龄社会了，有这有解啊，已经找到这个治疗的机制，会当来延缓这个发生的几率，甚至疫苗就当出现。对。是啊，所以这个会当应用伊的病的进化、进行的药啊，吼，以前的药啊拢唔是，症状治疗啊，伊拢症状治疗，吼，所以当然以后真正是足有希望的，讲袂变歹，还是讲会拢停伫遐，吼，还是讲到伊因为年纪若大，其实伊嘛活差不多10年，安尼，这个10年的生活品质会变，爱甲顾好，会顾会好，吼，这个意义伫遮，吼啊，所以以前的治疗是你家治疗，毋过伊嘛是一直变歹啊，吼，所以有的家属就感觉讲安尼，变歹治啊，就规气放弃。系啦，阮当然阮希望袂使放弃，因为足侪代志会使做的，吼。是啊，所以你倒来讲，就是讲，因为已经进前有足侪种的治疗方法啦，即马加这个治疗方法，俺会感觉讲，佮有加一个武器，有一个武器，而这个武器是很积极控制这个病情的，这样子。是。理事长，知影吼，他拄先开讲就知影讲，你处理背景就是你即个大家大官，吼，拢是失智症，是，吼，你会当甲咱讲者，因为我今年才要60，阮的当初吼处理因某早发53、4岁就开始啊，但是迄症状甲即老大人是无共款，你甲咱小讲者，即对着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牵连甲转变？阮讲吼，大概伊的历程是安尼，伊是头仔先，伊是先属于迄个血管型失智哈，嘿，伊是先中风嘛吼，伊有长期的大概至少有50年的抽烟的这个哈历史哈，尾啊伊中风以后大概差不多3、4年左右哈，伊就产生失智的状况。失智一直到后来将近中度，这个时间一个过差不多3年，3年以后一个2度再中风，好，再2度中风，那所以伊走的时候其实伊是中风产生那个基底这边的出血，好之后都是就是他的呼吸方面的问题，多重器官这样走的，好，所以伊对于阮的生活。其实影响嘛真大，因到尾啊，伊是袂记哩，伊唔知影阮先生啦吼，伊甲阮先生叫做因弟弟，伊甲认为是他弟弟。骹手会行？伊会使行，所以伊在照顾上就是行点都麻烦。嘿，就是这是一个在失智者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就是讲他其实脑部已经发生很多的病变，那他的生活的自理是没有办法。而且伊非常的严重，就是讲，伊一直去爱不分嘛，不分伊就有当时伊袂想要去厝的迄个雅树路吼，伊要去遐点火，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迄个打火机拢收起来，收起来，啊，伊要不分啊，啊不分伊就走去要去遐，啊，但是阮有一个安全装置，哈，安全装置，那安尼就是讲，伊就是在家里，伊就没办法生活嘛，哈，伊会有很多危险，啊，尾啊就是爱去日照，后来到我们据点来，当时到狮子据点来，那狮子据点又是因为家属啊，我嘛是伫上班嘛，所以我无法度上一直接送，所以到日照，日照以后。就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要到养护，都要到养护中心去。后来就到医院端，所以讲伊的整个过程流程是所有的大概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有用到了，对，好。这老大人嘛真接。嘿，所以真的是这个是整个很长段流程。拿讲家属的本人嘛真接。嘿，而且我厝的我起码有一个婆婆91岁嘛。我婆婆是同时间吗？嘿，同时有重叠，所以有一个时间，有一天我行去路的时候，我厝的外刊打电话给我，讲阮婆婆吼一直要找我。阮婆婆是是迄个帕金森病，引起，帕金森，伊即马就是他有点应该介于路易斯体症的这个系列啊，所以伊即马也是卧床居多。所以有一天我伫厝的行路的时候，伫路我开车。阮厝的人，外刊叫我讲，我要紧等阮婆婆要找我，啊，医院又叫我要去我公公那边，啊，我同时有2个外刊，他又住在养护中心，阮公公住在养护中心，然后再单人的，然后再加上1个外刊，所以我家那个时候最高1个月要支出20万。钱项是公家敢有甲咱赞助，所以还是拢完全。20万那家己出？几乎都是护理之家这边是有一小部分，好像一年好像12万左右啦，但是还是差异很大啦，就是一整。哇，这那是普通人是无法度计价咯。对，还有提供其他的一些支出哈，其实对一般家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上负担呐，好，然后还有就是说精神上的负担，因为阮公公就是也是会游走啊，半路伊就是一直要出去。一直要去开车，伊讲伊的锁匙，伊车停在路边，伊已经10几年拢无开车，啊嘛一直要去找锁匙，伊讲一直要去开车，好，所以这个失智症者哈的精神行为哈，是我们最大家属的困扰，这是我们必须要承受，几乎就是24小时。咱创这个协会哈，是。主要是大家互相理解，大家有通好你加油安尼啊吗？还是讲介绍讲，你这镜头爱找饲医师、找朱医师，有这新药安尼是啥物都几种类型？阮的2个部分哈，一个就是阮是关怀协会嘛哈，所以对家庭的照顾者哈，这最重要，伊的家庭的照顾，家庭的照顾技巧训练、舒压哈，还有让他成长。好，那他还有一些照顾上的，好，所以我们要请很多的法律还有像徐医师这样，就是专业，还有社工师要介入，还有治疗师哈，职能治疗师、护理师、营养上照顾，好，这些都需要。那同时我们在协会也有失智据点。失智据点也是在整个这个西据点里面，就是说他要确诊是轻度失智的，但是今年的政策，中度以上我们不能再服务。这是对，这是一个我们也是要倡议，就是。这咱小等再来讲。是。这咱小等来讲。这吼小等受经济也当来替您来讲。但是我要申请到朱医师吼，朱医师吼，我知影这上德病院吼，咱这过去吼。阮细汉时阵拢讲迄上山小病院吼，但即摆已经转型吼，我嘛记得，恁是内面真位置做神经内科的，出身的医师嘛吼，但恁的即个收的即个病人是五花十色拢有咯。关于着即个失智的五花十色拢有，还是拢恁专门干那主攻都一个类型的？大家好，因为松德院区其实也如主持人所说的，我们以前是一个的松山小病医嘛，就是我们都是以就是有比较明显的行为问题为主的，所以我们在收病人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是针对他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都是就像刚才黄理事长所说的，其实很多人他会有很多复杂的行为问题，
黄理事长讲的可能有些比较轻的，有些比较重的，他可能会拿着刀会攻击他的家属，然后甚至有些家属是被折磨到已经觉得好像要想办法要怎么把病人都送走了。那所以松德其实我们真的立场，我们比较偏向就是像是照顾精神科病人那样子的角色，就是我们不是说他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失智症进来，而是因为他有。我特别问这个代志，就是讲其实真侪家属吼，拄着病人安尼了吼，唔知要安怎问问题啦，啊唔知要去倒位找啦，吼。啊嘛资源吼，虽然即摆咱讲啊，大家拢有当 Google 啦、问 ChatGPT 啦，但是拄着就是规人拢硬去的，吼，所以你尽量了解，看恁有啥物资源，这第一吼。第二个就是讲，即摆尤其公部门的即个病院吼，咱咧开药啊，吼，甲一般自费的药啊，敢有差真济，这有落差无？好，那我先说，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提供了很多资源哈，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失智症的专线，或者说像各个医院，它也都有就是专门让咨询的，像我们自己松德院区，我们就有高龄心智科的那个个管师，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来，就直接问我们。来讲个观众，比如听个案管理师嘛，是吼，叫个案师啊，华裔的个案师，个案的管理师就是讲，你若来，我就是一直会甲你记者，一直甲你记者来，他互你问问题，是安尼嘛，吼，啊那一般这健保的药啊，应该拢会当处理的嘛。是，基本来讲吼，健保的药吼跟非健保的药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只有我们今天介绍那个新的新的阿兹海默症的药啦。要不然在大多数的状况下，大部分的药健保基本上都还是有给付的。尤其是我们常常在处理上很多像行为问题，我们可能会想办法让他控制一下他的行为，这些药大部分都是在健保的涵盖之内的。这样哦，这症状治疗大部分都 OK 啦哈。啊，我要邀请咱线顶这个洪总经理苏经理。嘿，你好。他当然吼已经讲了真侪问题啊，但是大家就呼吁讲，这个新药啊吼轻松啦，应该要互伊健保给付。你会当甲观众朋友小了解一下，这个药啊吼要入来健保给付，爱经过什么考虑啊？我当然知影讲爱审查，但是一般的考量是什么物件？你会当讲互咱听？一般考量第一个当然就是讲伊敢有效，啊，即马咱知影经过实验了后有效嘛，所以咱即个食品药 TFDA 嘛已经互伊药证了嘛，吼，啊，这不只咱 TFDA 嘛，美国 FDA 嘛已经核准，啊，日本足侪先进的国家拢有核准，所以讲第一伊是有效的，第二就讲咱即马又有效啊，偌有效。因为咱即摆健保要甲伊讲，我来出钱，我来考虑一件代志，讲我即摆我钱是有限的，所以我无办法，什么药啊我拢用健保来付，所以我爱去评估讲，即个药啊伊的好处，比如讲，我治疗了后，我是不是伊免住院，是不是免用其他足侪爱开钱的治疗，伊是不是这样对延长伊的寿命有帮助，还是讲为对伊即摆症状有帮助？啊，伊即摆考虑真侪代志了后，才会决定讲咱是不是来付这个钱。啊，可是我感觉有一我想着讲，咱即摆健保里来决定讲这个药啊，伊到底是不是真有效的时阵，有当时无考虑到一个代志，就是讲拄啊，理事长有讲着讲吼，其实咱失智这件代志吼，伊唔单是甲影响到病人伊本人。伊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呢，其实呢，照顾的人呢有真济，你看伊，我可能爱足侪人去照顾伊，这照顾的支出咱无看到，啊，影响的劳动力，可能我因为我爱照顾我的家人，啊，结果变讲我呢，我就是无办法做头路，所以这减损的劳动力嘛无算到，所以有当时咱来算讲，这个药敢会有划算无？可能无算到这。哦，所以他多少的年代理事长有讲啊，这个戏剧点的代志啊，你的见解是安怎？咱小等会请理事长来给你补充。但即马甲取消起来嘛，吼，理事长，即马迄戏剧点的代志。即马是讲收可以收的这个个案的资格啦，哈，资格在更早期一点，疑似，好，理事长疑似之前。疑似就可以收哈，它可以有6个月的缓冲啊。今嘛爱确诊
确诊才可以，就是至少要1分嘛哈。那最多只有到1分，0.5开始可以到1分，到了2分就在认定上就是中度嘛哈，它就是我们就不能收。还有失能等级超过3以上，4就不能收。但是对失智者来讲了哈，其实哈到2分这个是有时候是很快的，有当然是真紧，嘿是真紧的啊，反而要需要到被帮助，反而他没有办法。那这些失智者2分了，他要到哪里去？他可能到日照。这拄啊安尼，就这之间是无真。无就是爱回到家里啦，哈，就爱等于厝诶，啊，无就是讲伊爱去找其他处理，所以等于说政府这样的那个就是会让家属哈会有个困扰，就是或者我们也是困扰，就是好不容易要让他可以延缓，结果又可能要逼着他回家去。我互你补充一下，苏经济你喜欢安怎讲吼咧？我因为我嘛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吼，所以这个正式方面阮是足关心的啦吼，所以这个失智者以这个轻度的失智症变成中度的时候，对今嘛这个月吼6月开始就袂使留伫失智服务据点，所以这个人无法度伫失智服务据点的时阵，有2种，一种就是讲伊已经伫失智服务据点，伊要刷去迄个日照中心，伊有可能伊伫这个据点已经足熟悉的啊，足好，伊个感觉足介好，啊个换去迄个所在，可能搁较远，可能伊个环境嘛无适合，所以即马有足侪人是安尼，因为安尼的这个强势的做法，其实伊变做爱带转去厝里去。第二个是讲。这个新的个案，伊若中度的时阵，当然要送去日照中心嘛。过日照中心，因这个照顾失智症的能力到底是有无较适，还是讲能力个嘛无够。我唔敢安尼讲啦，需要，要紧拢我讲的，需要训练，需要训练。过来就是讲，其实你咧选迄柑仔，你嘛要选迄较好食的，对无？所以若失智较歹照顾的时阵，你要鼓励迄个日照中心要收的时阵，是毋是爱有即款的鼓励的迄个机制？第三个是讲，真正安尼为着每一个病人，每一个失智者，拢有互伊得到这个照顾，伊所需要的照顾。所以安尼政府应该爱去看讲。这个政策的改变的时阵，阳台足济呢，到底是有啥物人无法度用到，还是讲变作被踢出去这个照顾圈？其实这个家庭是还蛮辛苦的。是啊，苏经济啊，你头有听到吼？这政策这算作真决心安尼，6月份就开始来实施。你的评论，你的见解？我感觉可能政府咧想即个政策的时阵吼，伊的考虑无够周全，是钱无够吼。应该嘛，毋是钱无够，毕竟伊讲伊长照佫有足侪钱嘛，所以我感觉应该毋是钱的问题，可能是伊想讲安怎去转换。可我感觉一个同大的问题就是，拄啊，理事长嘛讲着，其实对这失智者来讲吼，这环境对因来讲爱越熟悉愈好，你互伊去一个。伊很足气氛的环境吼，伊其实是真大压力，有当时对伊的控制是无好的，你知哦？所以我实在想讲，毋知是为着什么环境去做这个改变，这嘛是离我无法理解的所在。因为你知影，即摆咱咧有迄私人的安养院啊，吼，有当时伊无惊爱受这个失智。我之前啊，我有一个朋友，伊的爸爸嘛是因为失智，实在是因为伊家己爱上班，搁爱照顾伊妈妈，伊妈妈是行动无安尼方便，所以只好甲伊爸爸送去安养院嘛。结果后壁叫退货，你知吼？因为伊讲因为因爸爸无严重甲袂叮当，所以伊会行来行去。结果呢，送去了，人伊其他床的拢是倒遐嘛，有插管还是啥，袂。我来走去，因爸爸因为佫活调调会行嘛，有当时走去倒去凊彩涮料啊创啥，叫人退货，讲你收等于坏。就是讲，即摆有当时家属嘛是面对着讲，有当时有一阶段这病人才毋知去身体倒好，有啥物人应该帮咱，所以政府应该想的是这个方面，讲咱即摆有啥物
袂去满足因的需要所在，咱爱去满足，毋是讲伊即摆用的所咩啊？讲咱即摆先卖用，我感觉方向应该改一个啦。因为卫福部这个部长邱泰源有表示啦，讲2026长照3.0要开始啊。我希望咱即摆的节目无，我嘛唔敢望讲一摆就讲甲会通啦但是我爱互这个黄理事长来加讲一寡。伊照顾的时阵所产生的问题，除了药物以外，因为这药物你会当只干会当期待啦但是咱政策会当做的你以你这个协会这个角度也好，还是你家属的角度咧？好，首先就是讲咱即马失智的确诊确诊率还非常低啦那以我们桃园来讲我同大概56%啦那全台湾刚刚将近50%而已。等于讲我们要谈这些服务，这样你这些服务，如果没有把真正需要的人筛出来、找出来，那这样子我们这么多服务还是服务到的。排除，还是讲大家抗病？好，这个问题现在嘛再请那个徐理事长给提最主要据我知道有一个所谓的医疗量能啦这也是一个就是量能这个量能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就是讲这个确诊的这个时间专责单位因为现在我嘛是拄到足侪家属伊就是讲，因为咱失智症的病视感低嘛伊家己拢唔知，家人嘛感觉伊是老化，是干那老化呢，其实伊已经生病了。伊已经是生病的一个病患，可是就是伊走不出去，伊嘛唔敢，伊嘛不爱去就诊，嘛不爱去迄个但是家属有一个问题讲，伊要去倒位做诊断，定身心科、神经科，然后那个神经内科，太来安尼。这个时间嘛就长的然后有时候阮的家属还碰到的是讲到医院端医师还不敢真正确定他是失智者，很多失智家属都觉得他是已经非常明确，他还没有办法拿到诊断证明。这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连医生都没有办法诊断出来，然后那个家属都已经是快崩溃。他要到我们这样的服务机构来，他必须要诊断证明啊，一波诊断证明他没有办法进，一波爱走几百现在就是讲50%，这还距离很低，何况我们谈这么多服务。据我知道，现在整个失智照护系统据点、日照还有团体家屋住宿型机构还有失智据点，总共加起来，现在全台湾只有12万人左右用到这个资源，在基隆湾。但是咱台湾差不多35万嘛35万等于讲，但是35万只是一半呀，一半嘛一半内底佫无当完全会当用到这资源。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需要政府来。我要先请教朱医师，那来什么情形之下我唔是讲你啦像刚刚李事长所讲，唔敢甲确诊讲你这失智这是因为健保的这个总量管制，还是其他的原因？你的推论是什么？我比较想象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本身有很多的状况会让病人跨起来，就像西吉镜头比如说有些老人在生病了，吃了一些药之后，他可能顿顿的看起来人就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看起来就有点像失智症，所以有很多的医生在诊断之前都会希望能够排除掉这些可能的原因，是一些感冒，还是讲有下面不同的病，可以他脑袋他不清楚，所以可能有些人他会想要等，但是另外的话，目前我们在诊断失智有时候会非常依赖一个测验，心理测验。那心理师的量能，目前至少我听过好几个不同的医院，好像都要等好久。像松德，我们现在已经要排到2个月之后，以前台大可能要排半年这样子，非常的久了。所以有时候你要确定它，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像心理师这样子的痕迹，有时候会需要一些时间这样子。所以连心理师都不够了。对。但是我要请布老师因为这新药你捌得真济啦你认为这个新药
啊，甲心理上，因为真侪人来的时阵，你嘛唔知影讲伊会当来确诊无确诊，要安怎来确诊？伊这类淀粉，哦，会可是脱掉的脑内面，是爱做啥物鉴定吗？像心理安尼来鉴定之外，好，因为我做这失智症差不多30-40年啊。所以对我来讲确定迄个诊断无什么困难。啊，头迄个李署长讲的，讲有的医生唔敢做迄个确诊应该是训练无够的关系啦。然后伊可唔是像讲你怎讲来问我讲迄个什么外科啊、皮肤科的问题，有的我嘛唔知，我嘛无都确定啊。所以应该是来找迄个较专门的医生，我感觉确定其实无啥物问题，是讲应该是专门的医生，人数上少啦，嘿。然后那神经内科医师无够。神经做实地，阮神经内科范围包山包海。包山包海。对，无啦。脑神经衰弱嘛，找你。然后这应该是找精神科迄个较合适。啊，迄个确诊迄个就是讲这个神药啊迄个阿兹海默，阮头仔讲，你就是叫类淀粉沉淀在你的脑内底。啊，这第一个就是咱成功来讲确诊迄个失智啦。确诊失智咱会问诊，看嘛讲伊有啥物精神上的症状啦，有啥物体力唔好啊，行为安怎，然后咱了后一步就是讲迄个啥像我哋找心理师来做迄个检查，其实医生家己嘛会使做。像咱门诊足侪人诶，你做一个差不多十几分钟、20分钟，所以医生伫门诊做会较少，那大部分都心理师做。然后阮嘛翕脑来看嘛，讲伊是倒一种。然后过来讲，你怎讲要用这种药要用这种药一定要来做一个类淀粉的正子断层摄影。嘿，迄足贵的，迄差不多7万块。7万块。嘿，健保嘛无付钱。哇！然后所以门票就是7万。对，你先做7万，讲看有无？咱怎无恭喜免用这种药是讲你别个问题，可能是迄个血管性失智症，还是迄个路易氏体，还是颞叶失智症，有这几种别项的。是，但是其实理事长，即马有咧用的药敢有足贵而且是健保给付。我的问题就是讲，这遮贵的药150万的。我有看唔到150万，连续一直用，门票就7万。有这种情例讲，这药真贵，但是因为勘测足快，这个家属是安全，所以健保给付。有这种例无？罕病内底个罕病做一摆个几啊百万就有啦，这个失智阿兹海默症的一个问题，就是讲这款的人数足多啦，所以到底要治疗，对一个范围的，迄是爱需要讲好好来讨论，因为你会当甲这个不管是年纪严重。看偌严重，安尼来做切分，我们先找出一块出来，那一块来给付。第二个是讲真正讲，伊这个经济上真正有困难的，看有啥物靠要补助的，譬如讲，其实有足个国家拢有迄个部分负担，部分负担毋是讲即马按付迄1000块、2000块迄款部分负担，就是讲大笔的20%、30%，总是搁有一个上限，安尼这款的部分负担是大家可能有较有法度。我相信即马这个大家有薪水超过100万的嘛无介多啦，即马你一年150万那有可能啦，所以这爱考虑这个问题啦，搁有一个就是讲迄个年轻型的失智症，年轻型的失智症因的收入较歹，其实迄个嘛是因可能较无能力会当去负担这钱，毋过这个年纪的病人，因为伊当个活足久的，
而且伊个是可能是厝内主要经济供应者。是，所以吼，我感觉少年的年轻人然后就是少年的吼，65岁以前发病的这病人，其实爱考虑讲会使先用吼，因为伊的影响的范围吼较大，伊个活较久。他因为伊较少年，身体较健康，伊讲较白，可能爱存在社会搁较久的，引起的社会问题搁较济。是，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啦，爱思考。毋过这是真正大家爱来讨论。是，理事长，你安怎看呢？尤其恁拄着的，恁咧来找恁的吼，这家庭的情形足多啦。因为我真侪当初处理拢有发生这种问题。我嘛担啊呢，嘛是讲会处理哦。以阮这个叫做三都位置的世代，吼老无讲介老，嘛是50-60啊，吼但是相遇高同，下遇妻子啊，足侪这种情形。对讲这安尼药啊，吼，我感觉嘛是一个对施食者来也是一个福音啦，哈。尤其就是讲如理事长刚刚提到的哈，就是讲早期就是年轻型哈，早发型哈。就是讲，咱来开这个钱吼，咱会当掌握什么款的黄金时段，哈，对，即摆来讲就是讲，可以延缓大概5到7个月嘛，哈，是不是哈？打18个月之后。18日，对，那这段期间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我的想讲哦，如果有这个药，如果有。对未来，它还有这个可能，就是讲，比如说，伊就是讲，伊会当去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在伊即马这个时间较清楚的时阵，会使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人生的梦想的清单，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讲，做这个所谓的在法律上的，比如说他的财产的问题，哈，议定监护，争取迄个半年的时间，是嘿，伊会使去做这个代志啊，比如讲吼，就是讲议定监护。或者就是讲对于以后伊的照顾。你无讲无了解讲这社会法律每一个自然人在社会徛起。对，因为即摆个还算是清楚哈，或者在用药期间，会当甲厝的人吼共同商量，还是讲伊家己有一个自主。咱即摆对于这施食者嘛，爱有一个哈尊严哈。自主尊严的未来的人生，但伊这个时阵呢是，伊会使讲，我以后是谁要来照顾我？我感觉可能无亲属关系哦，也许是伊我要指定，我要指定，无亲属关系嘛是会使哦，吼，还是讲我的财产以后向来搞我管理，还是讲我要做怎么样的传承？好，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这个时间会使甲咱非药物治疗，因为以后伊若是。慢慢就讲拄我讲的了，到中度他都没有办法入来咱的据点这个时阵伊会使以非药物治疗像我们这样的体系照护体系，它可以积极的在这些体系，我们可以协助他。可能我们现在不一定要大量的靠药物，我们也可以让他走出来。社会性的帮助，恢复各社会功能。安尼这个是黄金时间去争取，那这就是100多万。这个有爱意义带来的价值啦哈。对。我要请教线顶的这个苏经理，头先你有听理事长咧讲吼，这个药听起来敢若半当啊尔，但是伊讲真侪代志工课拢会当做。那么我知影讲日本，日本咧用了足济，我嘛看过一个影片，人讲伊治疗虽然讲无通转去到伊青春时啊，但是伊找伊的迄阵时青春的爱人甲伊讲诉心情啦，有即种的为着这看起来可能100万啊，真价值啊，你的见解？我安尼讲我感觉。拄啊，咱施理事长有讲，就是讲，其实即马咱看的7个月还是5.7个月，是18个月注射了后看到的成绩。所以后摆应该是毋是伊即个药啊爱继续用，还是讲我18个月了后我会安怎用？这个伫研究当中，所以是毋是讲安尼效果？这是第一个问题，无一定不止这个效果。第二个就是讲，咱看拄啊，理事长讲的，确实是讲我有这段时间，我用去决定我要做的代志，这是一个
可是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讲哦，你想看卖啊，其实咱失智的人啊，最后伊生命伊死亡的原因，无一定是失智啊，伊可能是因为年岁大，伊因为心脏毛病啊，因为肺炎感染啊，所以干嘛啊？准讲啊，我病要破病，本来破病5年，即摆破病4.5年嘛，因为伊可能同尾。如果意思我讲，如果伊85岁过世后啊，如果我也无治疗，伊可能5年爱卧床，可是即摆伊可能甲4.5年爱卧床。我感觉省落来嘛是后壁这照顾的成本哦，不只是头前清醒的时间哦，所以我感觉咱算这安那算这笔数吼，有当时我想过遐济啦。所以真正有真侪人讲，哎哟，开100多万这几个月敢有价值？我感觉这爱点讲这句话，心里讲这句话，这句话无还不是一个最后的答案。所以我感觉同重要，这个永远是互咱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讲。真久以前，咱可能从我较早期发生，我是阿兹海默，有啥物好的代志？药啊免用啊，因为咱即摆用的药啊，但未正讲是阿兹海默，未正讲失智无办用嘛。可即摆这药啊，你未加讲失智症，你是轻度认知障碍，你就用用啊。第二个就是讲，后摆是毋是搁较侪新的药啊出来？我有一个希望，我感觉是伊好过不及。就咱看到这几个月，其实有多重的意义啦。是啊，感谢吼，我要请教朱医师吼，朱医师，恁即马拄到这失智症的病人，我相信也真侪啦吼。但是像安尼处理讲，你要甲 refer 转介去到倒位，家属通常会接受吗？我听讲，真侪家属讲，上去呀，袂，我要去较远的迄间，我较有信心的。像这种时阵，恁医师的角色是啥物？我们通常会根据他的严重程度，然后去建议说，比如说是去据点，还是去日照，还是说，他可能会需要更严重的是安庸园这样子的地方。然后，那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家属其实。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备而来啊，就是大家已经心里有准备啊。是，对，就是可能在家里面跟长辈相处，其实已经也很累了哈。所以大部分我们在转介的时候，家属都会接受。可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是，病人不接受。可能病人他病识感不好，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那个地方？那常常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要花很大的精神，先想办法。最后困难是，对。这很辛苦的，因为就像我们要说服我的小孩去上学，我可以用比较强硬的手段，可是我要说服我的父母去上学，好像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样子。所以通常都按照讲，我说，就是想办法带他去试试看，因为现在的老师都很厉害，有些据点的老师他们都会有各种的方法，能够把病人就吸引在那边，所以我们都是想说，至少让他先尝试看看，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他去那边。我来问校长，你拢按怎甲学生讲，你就爱来阮这来这学这日学啊安尼？哦。因为长辈来的时阵吼，家属拢爱提供伊的兴趣啊，伊的嗜好啊，吼，伫厝诶拢爱做啥物？做啥物趣味？来阮遮有当时就是会当唱歌啊，伊若爱唱歌，就先互伊唱歌，吼，伊若爱行棋啊，先互伊行棋。好，爱聊天不要紧，阮就陪伊聊天啦，吼，好，还是做桌游，阮即马搁算迄个拉米啊，好，等等吼。你讲到安尼，我就想要去。伊来遮会感觉讲，伊是来交朋友的啊，遮有足侪朋友啊，吼，感觉因为若较避暑的要安怎？较避暑嘛无要紧，较避暑伊先伫边仔先看。好，先看，看，尾啊，感觉敢若袂歹算，大家就会甲伊招，因为大家伫遮拢年龄层嘛，袂讲差伤济啦，吼，所以来就讲，因为伊嘛是感觉伊就是敢若新同学，因拢叫同学嘛，吼，新同学啊，吼，新同学来，吼，咱就甲伊聊天嘛，吼，拄头就先伫聊天开始，因聊天拄着敢若迄蛤蟆壳啊，病咬袂开迄种的。其实不太会啦，我感觉吼，所有的来拢比伫厝的搁较好，因为伫厝的实在是吼，敢若看电视嘛，看电视看到尾啊，伊嘛是感觉足无聊的，吼，看电视单向的嘛，吼，来遮伊就是双向而且多方面，而且不同课程，拄头来可能较袂习惯，但大部分都会很喜欢来。
他可能会比去日照还喜欢，因为伊看到人就是跟，伊就感觉拢是健康的啊。他活跳跳。无讲坐轮椅啊，吼，大家来拢大部分拢是，敢若看起来外表都是很正常的啊。好，所以伊较袂有感觉讲，来这边有是来什么治疗或什么，其实毋是，伊是来遮佚佗的啦，来遮交朋友的安尼。是，我想要一个问题要请教咱理事长吼，是讲他早有讲着，理事长也有讲着，讲这个确诊率吼无遐悬，这是真正发生的情形，吼是要安怎来排解呢？比如讲健保应该重新来评估，还是讲其实是人力不足，这个专科医师人力不足。我感觉上重要的问题是人力不足啦，吼人力不足吼，迄个就是医生是有能力诊断，毋过爱看这款病的医生可能较少，因为要看失智症无简单啦，因为你要问足侪问题，而且你要。咱平均像那理事长，你一个人新来的哦，新同学来，你才爱先甲看到偌久？阮有个管师啦，所以个哪个加个管师，阮看了，那个个管师个解说，安尼可能要1点钟的时间。哇，安尼当然无够咯。是，所以有足侪医生嘛，无一定有个管师的啊，吼。阮伫中间病院是较有这个环境会使安尼，所以其实像阮长庚医院，我嘛是敢若4个失智症的医生啊。咱中间才4个。咱4个，阮40个。神经内科医师都啊4个，这4个专攻这样尔。对啊，台北荣总嘛，可能无遐济。咱严重几个？你3个。伊嘛40几个医生啊。我在做3位拢报呢。阮25个神经科医生，然后3个做失智的。哇，你3位拢报呢？啊，就一个，真的，咱台湾的这个做专门咧研究做失智症的医师超几个？有300个吗？300个应该无。无啦，应该无啦。因为阮有一个临床失智症学会哈，有一个叫失智症诊疗医师，就是讲你较想要看这个病，你会使来上课，然后了会使取得学习无啦，会使取得资格，像你要有一定的迄个学分数这那像目前那像唔知有较100个无？所以失智症，要看失智症的医生应该爱鼓励啦，因为这是即马这个社会。是大家无爱专攻这科吼，医疗时间，而且你个医疗讲这个，你爱甲家属讲介侪话啦，而且迄个药啊嘛，无讲真正，当然这个药啊是较好较有积极的意义。其他那进前个是迄个药啊嘛无介侪当用的嘛，所以足侪医生是感觉讲看别种病无成就感，对，看别种病较有成就感啊。朱医师，你看偌久的做这科做先生做偌久啊？大概15年左右。你的成就感对倒来？我觉得因为松德我们看到很多，就帮助很多就是家庭，就是他们那个行为问题啦。那常常其实我觉得成就感是来自于家属的回馈，觉得他们好像变好了，我觉得变得很照顾了。家属本身自己觉得好像生活过得下去，因为很多来者的话是生活都过不下去的。我就觉得这个看到他们的进展，看到他们的脸上的微笑，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成就感。您这种菩萨发心呢，但是不好意思，我要和你加讲，上后要和你加讲者。就这个药啊的产生吼，你甲看，乃至到讲伊要甲这个药治病的这个机制，有对恁做这个失智症或者治疗有啥物启示无？对，因为对阮做失智的医生来讲吼，这个药啊是很大的突破，因为顶届吼有新的药啊出来是2004年，所以20几年，等20年，对，等20年终于成功中间吼这侪失败的这阵有了解啊，像20年都失败吼，就是迄个清除迄个类淀粉，迄个药啊，迄个能力无够强慢慢研究怎较强，
然后第二个以前无迄病人较严重，甲来治疗，怎愈来愈早？是讲迄个轻度认知障碍其实治疗对，嘛使目前无药啊嘛，这个药对轻度认知障碍事实上效果较好。我头仔会安尼问就是，我知影这个啥沙拉托伊咧洗的时阵是甲伊个鞘刺甲洗起来。会当甲即个垃圾来滴落去。咱即个清除即个类淀粉是用啥物机制？乃至到给咱启示别的药啊，即个做法吗？无，你头讲疫苗疫苗是迄个有一点仔类似，上无完全共款。伊这是甲迄个抗体注入血内底，走入脑内底，甲迄个吸出来。你听起来安尼以后大家换一百系统真清楚就对啦。希望可能还做足久的，而且还做早。